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家裏進老鼠確實讓人頭痛，用老鼠藥不禁擔心惡物被寵物或小孩食，最怕的就是老鼠死在櫃子、吊頂等看不見的角落，時間一長發臭旋焦蟲子，處理起來非常麻煩。既然你想用老鼠吃了自己跑出來的妙招，這裏分享一個民間非常經典的水泥粉誘捕法。它的原理就是利用老鼠貪吃的習性，讓它吃下遇水膨脹的混合物，因為無法消化和排泄，老鼠會感到吸到口渴和腹脹，最終忍不住跑到戶外找水喝，從而自動離開你家。第一步，調製致命誘惑的配方。首先，我們要準備3種核心材料。乾水泥粉建議選用細膩的灰色貴酸鹽水泥。炒香的麵粉或玉米粉生粉不行，必須是炒出焦香味的熟粉，香味是吸引老鼠的有膩，以及白糖增加甜味，迷惑味覺。將這3樣東西按照1:2:1的比例放入碗中。這一步的關鍵在於混合，不要揀禪地攪拌，而是要用手或小鐲子反覆搓揉、翻拌，直到水泥的灰色與麵粉的黃色完全融為一體。且白糖顆粒均勻分布，這樣處理後的混合物沒有明顯的顆粒感，老鼠在進食時不容易察覺到水泥的存在，大大提高了中招的概率。第二步，布設印形陷阱。製作好有膩後，選址是決定成敗的關鍵。你需要仔細排查家裡的死角，尋找老鼠的活動軌跡。通常，牆角跟老鼠喜歡貼着牆跑。冰箱或洗衣機背後陰暗潮濕，廚房下水道口附近水源地都是它們的必經之路。將混合好的粉抹撒在廢舊的瓶盒如飲料瓶盒，防止受潮。硬紙板或直接撒成一條細細的粉帶。注意，不要堆成小山，要撒得薄而均勻，模擬自然散落的食物殘渣狀態。如果條件允許，可以在有膩旁邊放一點點花生碎。或火腿腸丁作為視覺有膩，但千萬別合住水泥粉。獨特的生理九族原理，這種方法之所以能讓老鼠自己跑出來，是因為水泥粉獨特的物理特性。當老鼠吃下這種混合物後，乾水泥進入腸胃會迅速吸收體內的水分，內部凝固水泥在胃酸和水分的作用下開始凝固硬化，導致老鼠腹脹難忍，消化系統被堵塞，吸到口渴。由於水泥吸水，老鼠體內會極度缺水，產生一種無法忍受的燥熱和口渴感。在這種生理劇痛的誘使下，老鼠的求生本能會被徹底激發，它會停止在室內躲藏，拼命尋找室外的水源，如下水道、河流或鄰居家。為了緩解腹中的火燒火燎，它會本能地順着下水道管壁或門窗縫隙向外逃竄，最終消失在你的居住環境中，既解決了鼠患，又避免了屍體發臭的尷尬。老鼠在選擇棲息地時非常精明，它們的核心需求可以總結為3個詞：食物、水源和庇護所。只要滿足這3點，任何暗暗、安全、溫暖的角落都可能成為它們的安樂窩。具體來說，老鼠最喜歡以下幾種環境：食物充足的自助餐廳。老鼠是雜食動物，幾乎雜麼都吃，但特別喜歡穀物、堅果、種子和肉類。如果家裡有敞開的米麵糧油，隨手放在桌上的零食，沒有密封的垃圾桶，或者寵物糧長期暴露在外，都會成為吸引老鼠的美食信號。水源便利的補給站。和人類一樣，老鼠的生存離不開水，它們每天都需要飲水，因此吸到偏愛潮濕的環境。廚房的水槽下、衛生間漏水的管道旁、有積水的地漏，甚至花盆底盤的積水，都能成為它們常住的理由。隱蔽溫暖的庇護所。老鼠生性膽小，喜歡黑暗、狹窄且不易被打擾的地方做窩。它們尤其鍾愛星號雜物堆積鈎、堆滿舊紙箱、舊衣物、報紙的儲物間或陽台角落，
是它們最理想的築巢材料來源和藏身地。星號家具與電器背後，冰箱、洗衣機、烤箱的散熱口溫暖又隱蔽，沙發底、床底、廚具深處也是他們最愛的安全屋。星號建築夾層、吊頂天花板、牆體納部的空心夾層、空調管道井，這些地方人類極少觸及，是他們繁衍生息的空中樓閣。有鼠路的安全通道。老鼠的視力一般，但觸覺極其靈敏。它們在活動時習慣沿着牆根、固定物體邊緣行走，通過鬍鬚觸碰牆壁來辨別方向。久而久之就繪在牆角，形成一條油膩發黑的鼠路。因此，任何有牆體依靠、有縫隙孔洞，哪怕只有硬幣大小的通道，都是它們最愛的活動路線。夜間安靜的活動場。老鼠是典型的晝伏夜出動物，喜歡在深夜人類休息、環境安靜的時候出來覓食和活動。如果家裡晚上總是漆黑且安靜，對它們來說就是最完美的狩獵場。了解這些環境偏好，其實也是最好的防鼠第一步。只要保持家裡乾燥整潔，食物密封收納，雜物及時清理，就能大大降低老鼠安家落戶的慾望。築牢防線，打造磨鼠友好的居住環境。想要徹底擺脫老鼠的困擾，最關鍵的一步並非在它們入侵後進行捕殺，而是從根本上構建一個讓它們望而卻步的銅牆鐵壁。真正的防鼠之道，在於預防為主，綜合治理，通過系統性的環境改造，剝奪它們生存的必要條件。具體來說，我們可以從以下3個核心擁道入手，全方位構築家庭防禦體系。1. 斷絕糧草，實施堅壁清野策略。老鼠之所以選擇在人類居所安家，首要原因便是這裡有取之不盡的食物，因此切斷它們的補給線是第一要務。嚴格密封儲存，所有的米麵糧油、零食乾貨都應轉移至密封性良好的塑料或玻璃容器中，杜絕老鼠嗅到食物的香氣。即時清理垃圾，廚餘垃圾是老鼠的自助餐，務必做到日產日清。垃圾桶加合密封，不留過夜的殘羹冷席。清理寵物食品，寵物的飼料和飲水盤在夜間也應收回，避免成為老鼠的免費食堂。2. 封堵入口，構建物理防火牆。再狡猾的狐狸也難逃磨縫的雞窩。老鼠的鑽洞能力極強，哪怕只有硬幣大小的縫隙，它們也能躋身而入。排查孔洞縫隙，仔細檢查家中的牆體裂縫、空調管道口、下水道地漏、門窗縫隙等潛在入口。利用啃不動的材料，對於發現的縫隙，先塞入鋼絲球，老鼠咬不爛，再用發泡膠或水泥進行嚴密封堵。這種軟硬兼施的方法能有效阻斷老鼠的入侵通道，讓它們無路可走。3. 環境施壓，營造生化危機氛圍。老鼠生性膽小，對環境的變化極其敏感。通過改變家居環境，可以給它們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，讓它們感到此地不宜久留。保持乾燥整潔，定期打掃衛生，清理雜物堆積，特別是紙箱、舊衣物等，消除它們的藏身之所。保持環境乾燥，修復漏水的水龍頭，斷絕水源。利用厭惡氣味，老鼠對某些刺激性氣味避之不及，可以在牆角、洞口等位置放置浸透薄荷油、辣椒粉或樟腦丸的棉球。這些天然的偶逐令能讓老鼠感到吸到不雜，從而主動逃離。例如，讓家成為老鼠的禁鉤。防鼠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一場持久的環境保衛戰。只要我們堅持斷糧、保凍、施壓這3大原則，就能從根本上改變家居環境，讓老鼠失去生存的底氣。當他們發現這裡既沒有食物，也沒有水源，更沒有安全的藏身之處時，便會本能地感到恐懼，最終放棄入侵，
讓你的家真正成為他們不敢踏足的禁區。